经得里地来教化一送走，从今后在大头瓦布为礼让。是啊，这是你儿舅母话去见过啊。是。拜见儿舅母。不小了，外甥女儿，快起来吧，来，这旁坐下。外甥女儿，看你身体单薄，少不胜衣，恰是为何？外甥女自小多病，从未吃饭时起，便吃药到如今了。那上我何呀？为何不治好了你？经过多少名医，终于解药，如今正吃人生养用啊！哦，好啊，我这里真配闻一你，以后叫他们多配一了，也就是了。是。林姑娘来了吗？孙女来了吗？我来迟了，来迟了。老祖宗，我来迟了。昨日满头喜鹊唱，今朝庭前会客当。你呀，不认得他，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拍了鼓的，论今人所谓辣子，你就叫他一声疯了子就是了。那就是你的二嫂子，也名会着往事喽。经过二嫂子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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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好一个妹妹，就怪我一双梦魇自挑，自责为美丽的人儿天下宝。那讲过老祖宗先前的外甥女，本名是牛天仙离了风来到，怪不得我家的老祖宗在人间被他夸呀。唉，这是我妹妹好命苦，姑妈偏柔去世早。我一天才用放在笑，你何必又找我烦恼？我一见了妹妹呀，一心都在她身上，竟把老祖宗忘了啊！老祖宗，来，妹妹，来这里坐。来，妹妹呀，如今你到这里来了。就当作分点寄居在花洞，这家中就是你家中，要吃要用把最人工，这位却告诉我往西我也说是非谁。林姑娘的东西可搬进来了没有？都搬进来了。你们滚照打扫屋子，让林姑娘带来的人歇歇去。辛苦了，太太，妈妈，姑娘来。凤丫头，你应该拿几个段子来，让你妹妹好在衣裳啊。我想给妹妹这两天表
才是自在这里和我靠得近一些。等过了今年的残冬，到了明年春天再另作安置吧。我们老祖宗已经来领妹妹呀，就离不开她了。你听听他这张名嘴啊！怎么？宝玉去家庙玩园，到这时候还不回来，也该让他和林妹妹见过面嘛。是啊，外甥女儿，我有一句话要告诉你，我们家里3个姐妹大都结好，以后可以一起读书也做正事。只是我有一件不放心，就是我那个回来了。宝玉啊，家里来了客人，还不快过来见过你林妹妹？是啊，快过去见过林妹妹。林妹妹，又要误失了，你何曾见过啊？虽不见过，看见面说，心里好像认识的一般呢。好啊，这样嘛，以后在一起也就和睦了啊！坐下，坐下。妹妹，你读过书吗？这上过一年呀，认得几个字？妹妹真美，人欢待我，表示你，不是。好，我说妹妹一句，莫说平平两字奇妙啊！什么叫平平啊？古今什么通考常识，西方有啥明白？可是话外之目，看妹妹眉清识出，是这个是岂比真美呀？这她又是多传的，治疗45斤，多传的也太多呢。你看多聪明啊！妹妹，你有药没有啊？我没有药，你那块牛也是件喜欢吃吧？岂能人人都有？老娘，什么喜欢的东西？人家高效不是，我是凌波丽，我可不要这东西。宝玉，来，你脏，你生气了，要当骂人容易。我可去算你那灵根子哦！家里弟弟妹妹多没有，只有我有，我什么去嘛？今天来了这个陈先生的妹妹，她也没有，可见这不是好东西。快带上！不要，放兄弟来。哎呀，放兄弟，不要！老娘，当心你弟子逃！快带上！放兄弟，老祖宗不是长子吗？这富贵家人，就指望着你这个命根子你走。
别人虽虽上千过，今天倒要见识一下。好啊。莫失莫忘，昔日恒长。莫失莫忘，昔日恒长。哎，宝弟弟，听说你京都上面也有几个事，今天也让我上京上京。我这个没有什么好看的。宝弟弟，你看了我的，岂能不让人家看你的呢？这是上面也有两句吉利话罢了。不离不弃，方令永记呀！这两句话倒是我心在呢。王弟弟，你的衣裳绣得好香啊！我再怕绣香，好多多的衣裳为什么要绣呢？那是什么香呢？啊，像我早来吃了能香我的香气。能香我，那么好闻。哎，结果我上吧，你又误闹了呀？怎么能哈吃的你？这香气好浓嘞！呀，怎么李妹妹到这么手忙尾尾呢？放兄弟，我不等他了，赶着再来访他。好吧，我送宝弟弟出去，赶着再来吧。行吧。李妹妹，当着宝弟弟来看你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怎么睡着了？哎，早饭刚刚吃好，又要睡觉了。你吵我做什么呀？好妹妹，你看呀。今生事情早去上，情义里实在想，外语传来一精神。来，我替你将能去寻欢他。你到别处去玩嘛？我到哪里去呀？我看见他们，怪你的。你既然要在这里呀，你老老实实端正住，心想你的你在谁心上？好，我也看着。咦，你脸上又是接谁的指甲划破了？啊，不是的，正在染了些胭脂膏。你呀，又在做这些事了。要是传到去耳朵里，大家又不担心了。那怕什么？大不了家里的人都是我的文师魔王罢了。好啊，原来你得了药，被封为文师魔王了。哎，别人教的，你可不能教。为什么不能教？我偏要教。文师魔王，你教；文师魔王，你教；文师魔王，文师
爷，你上次叫我弄一家东西在哪里？我请你拿来了，快拿来！李小姐，二爷，对不对啊？对。哦，二爷，昨天你在老爷面前做了事，承认都是你那些事啊，做得好，看得老爷也喜欢了。二爷，你得了头彩，也得赏赏我了吧？好，明天赏你条线。谁还没有见过一条线啊？哎呀，二爷，把这想呀不要看，赏起我吧。哎呀，把这五方也赏起我吧。啊，这五花是林奶奶送给我的，谁也不准拿。二爷，拿。像这样的好事，老爷却不许我动。今日我背地里偏要到他一个赏花。可别说到今日说，难得吉祥的妙子啊！天上飞，清新能子一名将，我隐隐深情更比张他还保我生活经济全才子，但愿得金来梦与不知子咦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哦，原来都在这里用功，这样一来呀，可是要算功则贵了呢。哎，你取笑我做什么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这套一匡过明文完全的八股文章，你万一这些呢？不是那些书，那又是什么书呢？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，陈章，借我看看。哎，好妹妹，我在这里看这个书，除了花样之外，没有一个人知道的。见你看，我是不怕的。哎，你好歹不要告诉人啊！什么书啊？这么好文章，你要是看了，你万也不想吃喜相君。妹妹，我是个大姐。
人的吗？你该死的无十八道，弄出在银子眼圈来吊销，文章的娃儿欺负人，我可要到舅舅跟前讲一道。我的高门盆中很可怜，好妹妹你千万照我这一招，我若有心欺负你，好，明朝让我在这个子里让哪位人把我吞起掉。人呀黄昏儿，马红娘三称让我老夫人，那为你无天边眼中牛馒头，我以为你当是笨，嘿，原来是个名扬拉枪的。啊！你是说你这个人好，我也要告诉去。你去呀，你去呀！好妹妹，我们不谈这个了啊。哎，好妹妹，我们坐下来谈别的好吗？好妹妹，我上次到你房里来，看见你有这种真心，哎，你做个香袋送给我好不好？那要看我高兴不高兴。喏，你送我个香袋，我也送你个好东西呢。是不求送给我的，是皇上赐下来的。什么吹乱手拿过的？我不要这东西。你不要这东西，我可要你的香袋，我要香袋，哎，香袋，你要一个香袋，那很容易，王叔今日有人会替你做的，人家比我又为年又为做，又有什么金的药的，你又来了，你这个人啊！难道你前不前手后不专心都不知道？那第一句，我们两人是姑舅姐妹，包弟弟是两姐姐妹，人亲戚也比你远。第二句，你先来，我们两人一直吃一上嘴，从小一起长大，他是才来的呀，岂能为了他而疏远你的呢？切，我难道要你去疏远他？那我成了什么成了你？我为的是我的心，我也为的是我的心，难道只知道你的心，而不知道我的心不成？今天天气分明冷了一些，你穿得这样单薄，回头冷了，只怕又要伤风。可你自己也穿得那么单薄。
奇怪，你真的不想看戏了吗？哎呀，那你这样倒车，他们会帮得过你吗？不，我不怕。二姨，我再也不愿受人欺负了。朱熹子地界一日平庸，在下来比在上东，此去离去东郊地，从此离开秦王府。真乃是非主之交难分手，但愿得与阎王来多传这是奇怪，在生死，你留作纪念吧。小人之本也，是君不可以不忠，是母不可以不孝也。三纲五常，乃人类生之大经，为人人之不可以不知。是也，众人出于小子之门也。本家的苦恼，你还得笑你。唉，每日里送往人来把他呗，本想看来几多钱，陪着公卿听教诲，离动下啦到神马爷，这后面掉落的丑文章，都得我二婚莫言可言。我看了金不走，没法子哦。再多一位吧，来，我来替你当孙。哎，八姑八姑，八人爱哭哦，进门。进门啊，你的眉毛是谁替你画成这个样子的？我自己画的。画得一点都不美。来，我来替你改画一下。哎，小祖宗，你还是做树要紧，你让我解解闷吧。好，这样你画吧。
为什么？他不喜欢。哦，有一天，他到园中来，看见了我，就虎着脸走着麦头问先生，他生。眉间的草也不知谁，眉眼好像林妹妹，水如腰下肩膀，这一股丫头，她是所谓。不要管他，来。哎呀，二爷，你是话得我请问我。眉眼很像林姑娘，岂不知来了她的眼，添了我请问的人。真奇怪，难道每一生的好看的脸，你就会得罪人了吗？哼，我偏偏要挖得像林妹妹一样。来，好，挖吧。以为你真苦，红我问才无丫头，自自替奴婢去完美。你放下真经数百年，陪老爷知道定真配啊！二爷，这是配也万不胜，总算你不是真心爱到处，也应该当成葡萄树样子来，看下一件衣服吧。来，
你怕什么？我管的都是正经事，又没有去为之之罪了。那这还去哪里来的？我问一声，是东城亲王府里有个康熙的戏子，名叫季冠，他送着我留着几年的康熙的戏子。那季冠是与父母帮帮扶，谁谁马进西班牙公路，13岁他一人出门登台，进了东南亲王府。到如今啊，他名满天下，是你曹军，谁能知他在下来的台上动？他是死却被九品不管，心不怪，令人当作王爷奴。我与愿相识，好呀有一梦，他赠我还进天下路。二爷啊，二爷给我戏子交到了本月，哎呀，二爷呀！应在里不分上下贵贱，余下人同努力，平起平坐。今在里与媳妇结婚，媳妇王平正在的眼目，他带老爷来吃香家法主，报答过。呀，你戏子交过朋友，这难道谁犯了什么大罪了吗？难道人家唱戏的一定对别人低一头，谢一谢吗？皇帝御茶品，女戏子王来有什么错？老兄弟啊，大姑娘来了！哎呀，大姑娘来了！啊，大姑娘请。怎么？我欢迎看什么？那我在这了。哦，宝弟弟，来，宝弟弟请坐。宝姑娘请坐。刚才你们谈得这样热闹，不是在讲些什么？宝姑娘，你看，他请我戏子交到了朋友，戏子玩得了嘛？是呀，宝兄弟要是真我戏子结交，那倒是叫人担心你。宝弟弟，你不要听这些话。二爷，是啊，老爷公公来传话，说贾玉清老爷明晨一早要来拜访，老爷一会儿也准备，明早他违抗，又是违抗，是老爷这样吩咐的吗？宝弟弟，你替我想想，老爷买门接待宾客，真是要我也背着。你说这是为什么呢？是若你能认谁的卡，所以才叫你。哼，我无非是个做左右做的俗人罢了，我真不愿意与这些老东门来往呢。宝姑娘，你听听看，他呀，就是啥都改不了。世界上哪有个不愿意和祖国的人来往，恰愿意和戏子交朋友的道理？宝兄弟，这倒是要给一给才好理。常年桃子呀，它来亲，再不想讨朋们自今你上里
要为的世事做人真分明，理应该把他可能去他心，怎能够不务正业不公明？宝弟弟，老太太要问过白，怎么等你？你去问过白去吧。我难道是准备人家问过白的吗？宝姑娘，你不要去理他这些啊。大卫四大姑娘也劝过他几回，他呀也不会人家脸上过不去，咳了一声，比起家来走了。人家劝他上帝，他就骂人家死我落毒啊！你想，这个元德老爷不生气意是不着了，我该走了啊！哎呀，宝兄弟，我走了。宝姑娘，你再坐一会吧。我看看姨娘去。宝姑娘最好，宝姑娘最好，宝姑娘最好宝姑娘，这是弟弟坤大有何娘？因儿是宝姑娘，要是问了林姑娘啊，也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事来。提起这些，宝姑娘真是叫人敬重。可是你呀，倒是和人家生分了哈。林姑娘从来没有说过这些文章话。哎呀，这难道也是文章话吗？真想不到，穷于国之之中，因为传上了这种风气。哎呀，二爷，哎呀，二爷，二爷，二爷。好端端的才头上去做什么？方才贾玉成来了，要见你，等你半天才出来。既出来了，又无慷慨潇洒的谈吐，显得畏畏缩缩的。才会客地主为谁旁？哎呀，你到脸生光，自古道世事农民皆呀问曾经年长去文章，苦叹曾经是故去不雅，仕途荆棘披旁，只怕是永远难以承重两女家与公皆富康。请出来是谁跟着你上药的？是小的妹妹。
他到底托了些什么书？一定是托些流言文化在肚子里，也了些精致的陶器。等我空了，掀不了你的鼻子，再或者不上进的村长。还在这里做什么？玩不下去，脱书。是。禀老爷，众人青蛙府有人求见。哦，有请。是有请。哦，不知大人驾到有何原因？西贵，西贵，他人请。请。他人请坐，请坐。请问他人下官奉王您而来，有一日下凡，请老先生做主。望他人明宣，也甚好生于审判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也不必称赞，只有老先生一句话，也就活了。哪里？我们知道有一戏子名叫喜贵，乃是我王爷心爱的。今三五人不解委屈，次次请照顾他，曾内众人所得，习惯于琳琅包容，相交成恨。听着到处不去，也是琳琅的旨意。不知可有老先生专制琳琅，夸将喜贵方位，一则可为王爷蓬安之意，这儿来嘛？哈哈哈哈哈！一名下官心里苦啊！他人少数，来臣混报女。是。老爷，你这该死的奴才！在家里因为贵嫔配军教，配王爷无法无天去造谣。那奇怪是王爷家见的陈功臣，你胆官应对他可不好。小奴才，你不提祖宗争光彩，恰不提与我天寒恼。什么奇怪呀？我实在不晓得此事啊。儿子难把烈火放，有魂啊郎。可怜我这也没有见的呀。哈哈哈哈哈！言语证明这去天，他的爱情万心悲凉。你讲，你讲。那奇怪，一员台上有过目，他一员台下马欢笑。再不愿这身有礼，愿做个隐居于家。不然他疼在哪里呢？你讲，我却不知。他的举动叫苦有之事。大人既不必信，何必问我？好，我先去找一位，找到了便判，他没有再来请教。告辞。他是满正，他是满正，他是满正。我去看看，为了与我问你，他是满正，他是满正。
天哪！天哪！想我家父私立专营之所，富贵功名之家，竟出了这不忠不孝的孽子！朋友，做出了点错人嘞，我是今日去看病，也将来自古有事情，今他当时无一子，应着我情愿地图测空门。还有我当时血流情，年将来我们祖宗去苦人，当当当与我匆匆的杀子，老祖宗。宝玉随手给当，你也给保重。当时宝玉是小，他都把老太太气坏了，去被死打了。宝玉，父臣你休出此言，我想了孽子莫去不孝，臣今日结果了他一结后我。老爷，老爷，你也该看在夫妻份上。我年一百八，只有这一个业障。爸娘，我那父女的儿啊，我们娘儿俩不是一起死了吧？在阴司里也能得个依靠。爸娘，我的儿，都是你把他宠成这样，我今天非拉死他不可。啊，拿绳子来，来。老爷，老爷，要是我家侄儿歪歪在世上的话，你不要是当死一个宝玉，你就是当死100个宝玉，我也不会了。事情只有这一个儿子，老爷你就饶了他吧，饶了他吧。老爷，你就饶了他吧。我今天非拉死他不可，你放手。你一定要拉死他，我一定要拉死他。好吧，你还是把我先拉死了吧，你把我先拉死了吧。你放手，你放手。宝娘，我的老太太有什么吩咐？何必自己走来？花儿子进去吩咐，也就是了。你原来胡搅
娘娃，我到玉娃吩咐，这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，恰叫我无随失去啊！老他做儿子的管教他，也为的是永中要主。老太太舍得我，做儿子的真经受得起。呸！我只讲一句话，你就经受不起。你那样的公子，难道包娘就经受得起了吗？你的婆婆也好，我真气的身子啊！添了我们多少心思也。花茶离开红烛台，龙吟当为观音啊，四月春江边，我款子正当美景火亮灯。老太太，你来了，到哪边坐一位？哦，好啊。老年虽有些成啊意，真乃是爸爸你的上华人。为什么爸爸一笔上华人，一路说呀？怎么样啊？他与我愿意三寸不老我下去，虽不难听老人心。凤丫头就凭你这张巧嘴，这几年我人生看起来，三妹二嫂子这样巧，也巧不过老太太。哎呀，我的儿啦，我自己老了，还巧什么呢？那当年我将凤丫头一个年纪的子女，倒是比他还强呢。是啊，老太太是这样的。这样的，姨太太，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认，千真万真，从我们家里4个女儿算起，要是巧，要是好啊，那不及包丫的呀。这是老太太失偏了。哎，这倒是真的啊！我时常听老祖宗在背后也长着宝姑娘好。是啊，姨太太，想起什么只管告诉我，我有本事叫凤丫头办了来吃。
老太太总是接他出来的，时常叫他弄了东西来孝敬。哎呀，姑妈羞死了！我们老祖宗啊，真是一人一岁，要不是一人一岁啊，早就把我也谁知
落花地，飞满天。红消相同，雨水淋。
本是我主，难道还有一个此地不成吗？我到了是谁？原来是这个狠心夺命。妹妹慢着，我知道你不理我，快去我就避开。今天我只要和你说一句话，从今之后就了开心吧。说吧，说两句，你听不听？唉，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当初怎么样？今日又怎么样？唉。娃儿对你讲，心爱的东西听啊你听，还怕那呀还不是不知道，我亲自张张切切来我和你同坐其外，同上在下一毛所生的情同胞。十指望情情年年直到底，中间的我俩情谊比人好，才知道妹妹生的你心也大。是今日你下着已经把我叫三朝四地玻璃我是宝牛是为老婆烦恼，我与从你当也是那也好，为什么远儿鼻子将我跑？你就你说也是也好，为什么非人都是你常备好？你叫我把命佛吧故里梦啊，我就是为你死了，也是过去时的归位，缘很难报。怎么了？你在哭了？谁在哭？快，这里还滚着你！你要死啊！动手动脚的，什么忘了心，不去动了手，
也是顾不得死我啦。你既这么说，我来问你，那天我到颐和园去，你为什么不叫丫鬟开门呢？啊，是我从哪里说起呀？啊，怪不得你不理我了。哈，我才刚这样对待妹妹，叫我立刻就死好了。那一天啊，长梅花天生红，来帮你并做共谈心，谁知道受了你丫头眼起灵，上了你颐和园里闭门羹，撇下我默默凄凉在院门，偏偏生我梨花针。那一日你蒙着耳朵不离人，今日又比自杀鼻子八十里。好妹妹，我实在不知道你来过呀。那天只有包弟弟来说过一回，定是丫头们供出来的好事。等我回去问出是谁，我一定要教训他们。是呀，教训才好。得罪了我倒是小事，要是以后宝姑娘来了，什么贝姑娘来了，也把他们得罪了，事情可大。请你还说这些话，你到底还是气我你还是对我啊？哎呀，这又有什么要紧呢？劲都抱起来，我觉得一了呢。好妹妹，你放心。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，你倒说说看，什么放心不放心的？啊，你果然不明白这话吗？难道我凭着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？对你的意思是体贴不当，那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呀。我真不明白。好妹妹，你不要骗我，你是真的不明白这话，不但我凭着白费了心，而且连你再连我的心都顾不了。唉，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，才多了心，才弄了一身的病。好妹妹，你才能宽慰一些，并是为好意。哦，那个男子，你再让我说一句话，这就好不好？话语什么可以说的？你的话我都明白了呀。啊，我明白了。好妹妹，我这颗心从来也不敢说，今天我大把你说出来，我虽是思量，也是心愿的。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，也不敢告诉人，只好挨着，只怕等你的病好了，我的病才会好呢。我在你梦里也忘不了你啊，好妹妹，是你。
我们姑娘？不人记。哦。哎，夫君，我这有话问你呢。什么话？近来妹妹身子怎么样？夜里咳嗽好一点了没有？咳嗽倒是好一些了。啊，阿弥陀佛。奇怪，你这个不小心升道的人，怎么言语起不来了？真是奇闻。这叫做病急乱投医呀。哎，紫娟，妹妹吃药了没有呀？哎，我这样问你呢，这药是谁给我们的呀？是我上次在老太太跟前列了一股风声。哦，原来是你说的呀！我们真以为老太太怎么会想起来叫人妹子送你来药来呢？原来是这样。对，药吃惯了，吃到了2、3年，妹妹的病就会好呢。这可都是你的心了。哎，紫娟，看天色那么不好，过冷过热的，你身上穿的那么单薄，妹妹已经病了，要是你再病了，那可怎么得了啊？哦，二爷，上次我们这棵树啊，可不能动手动脚的哦。一年大2年小，叫人看着不尊重。那些文章人背后都会是你的，你总不留人，把我小时一不认为这所是的你。况且姑娘也吩咐过我们不和你说笑，你看他进来原谅你，还可原不起你。二爷，你生我的气了。不，我不曾生气。你的话说得有理，怪不得近来妹妹常常不理我。唉，家里的姐姐妹妹死的死了，嫁的嫁了，走的走了，将来你们姐姐的都不理我了。我想到这里，才伤心起来。快报有谁是与名人？是真是家万难分。他与姑娘好一人，又得一人，不知道他究竟为的什么心。我自觉今日大要是一死。二爷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？可能见到我们姑娘？不人记。哦，哎，夫君，我这有话问你呢。什么话？近来妹妹身子怎么样？夜里咳嗽好一点了没有？咳嗽倒是好一些了。啊，阿弥陀佛。奇怪，你这个不小心升道的人，怎么言语起不来了？真是奇闻。这叫做病急乱投医呀。哎，紫娟，妹妹吃药了没有呀？哎，我这样问你呢，这药是谁给我们的呀？是我上次在老太太跟前列了一股风声。哦，原来是你说的呀！我们真以为老太太怎么会想起来叫人妹子送你来药来呢？原来是这样。对，药吃惯了，
吃到了2、3年，妹妹的病虽为好你，这他都是你的心了。哎，子君，看天色那么不好，忽冷忽热的，你身上穿的那么单薄，妹妹已经病了，要是你再病了，那可怎么得了啊？哦，二爷，总是我们这棵树啊，可不能动手动脚的哦。一年大2年小，叫人看了不尊重，那些文章人背后都会是你的，你总不留人，把我小日一不认为这所是的你。况且姑娘也吩咐过我们不和你说笑，你看他进来原谅你，还可原不起你。二爷，你生我的气呀！我不曾生气，你的话说得有理，怪不得近来妹妹常常不理我。唉，家里的姐姐妹妹死的死了，嫁的嫁了，走的走了，将来你们姐姐的都不理我了。我想到这里，才伤心起来。快报有谁子与名人，是真是家万难分。他与姑娘好一人，又得一人，不知道他究竟为的什么心。我只觉今日大要是一死，放一把火连他一连，看他是王头外是金。子君，你在想什么呀？啊，我在想把每个1两银物在这里吃惯了，明日家里去，哪里有钱吃得起这醋啊？谁要委屈啊？你领妹妹了，要为守在自己家里去呀？哎呀，你呀，你是什么光嘞？你红在白呀不乱语，妹妹是苏州女的张无情，老太太联系外甥女，千里去归伴神魂，他离不开想想观众情感走，真委屈无数人来求情门。你也太小看人了，你以为家父是大臣啊的王，难道是别人所做的不靠吧？你可知借来的东西总要还，借来的亲戚是不差，水流千里要归他海，胭脂总有他去挖了。等姑娘将来出国时，至少要送外到故乡，心灵的不能在家父是一次。
还想儿爷陪衬。宝二爷，你可不能当真啊！哎呦，你快向儿爷去陪衬。快向儿爷陪衬。宝玉儿爷，叔叔，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啊！你呀去也我也担了去啊！你究竟他讲了些什么？我这是我二爷开个玩笑，说是林姑娘要为琐碎事情家里去，二爷他们老太太，林妈妈他们都来看宝二爷啦。你叫林妈妈可当坐一位吧。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林家的人来叫林妈妈了，来叫林妈妈了！哎呀，给我挡出去，挡出去，挡出去！拿出去！婆娘，对呀，好了啊！是了林妹妹，林子谁高兴他心里？啊，对呀，也不准提到林子，不准让林心林的经啊！听见了没有？也不准提到林子，我心心里的林子。你们快，那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来叫林妹妹的吗？哎呀，传在那边来。哎呦，说宝娘，宝娘，快摇滚！摇宝娘，有点宝娘啊！林妹妹，她从今夜去不我看宝玉凭得起瓜呀，那得玉何人平又何人好的？以前小孩子们裹在一起也不怕什么，如今你看怎么样啊？老太太，依我看，万师娘宝玉早是成了亲，也没得将来唱出什么事来，说不定冲一冲虚，病也就好了。我也真想到这一层啊！哦，老太太，要接宝兄弟认亲吗？不是我当着老太太的面，说一句大胆的话，眼面前正放着天配的姻缘呢。在哪里呀？一个宝玉，一个锦书，老祖宗怎么忘了？这倒是我被毁了啊！老太太，我的心里也是这样想。那林姑娘啊，虽是有貌又有才，只恐怕多愁无凭不为看见。老丫头得用几杯一佛香，一日短发十分
论你们都是保丫头好，那么我的旨意也就听了。老太太，我们心里虽是好，那林姑娘也要叫她失了人家才好。倘若那女儿真与宝妞有些私心，倒要帮唱出什么事来呢？自然先接宝妞娶妻，随后再接李丫头找婆家，再没有先是外人，后是自己的。至于宝妞定亲的事嘛，就不许叫他知道罢了。你都听见了，可不准转出去。啥走路来过事，当心挡过你的腿。老太太，耶，先生，好多人都得有什么委屈了，快起来说吧。这话奴才本是过关讲的，如今没法子，只好讲了。二爷他去报母娘，这真是天朝的神风。二爷得了8年风，奴婢也转一星光。真乃至今要配空生风浪，我知道他心里只有个林姑娘。曾记得新房教官是一桩，他曾经把我错当作林姑娘，说什么为你弄成一身病，睡里梦里不相防。曾记得只讲一句玩笑话，他兴起了王母天人郎。如今啥子去亲自，恐天他的何日也长，倒不是别人落雨先带上郎，他你能地旁子切地旁。这宝妞真是这样，这倒叫人难了啊！难倒是不难，我想到了一个主意，不知道姑妈意不意？你这官司嘞？哎，娘儿俩捣什么鬼？也给娘我听听嘛。能瞒得过吗？是啊，老祖宗，万根心不必难，保佑他命中真正巧机关，红盖头咋是难用言，负心人可用自卷小牙关。深夜在，深夜之人所迷来，为保他孝敬长来，翻不了脸，鸳鸯真让西不来。
为什么在此地哭？受了什么人的气了？林姑娘，你答应我冰冰离婚，他能说话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只说了一句话，我觉得弟弟也不该耽误。你姐姐是哪一个？就是真是弟弟。啊，你叫什么？我叫法大弟。你姐姐为什么要打你？你说出什么事了？哎，我是为了保育要去保姑娘的事情。你是什么啊？就是为了保育要去保姑娘的事情。好日子开了青天。林姑娘病重，他们怎样子？姐姐，不要问你，快讲吧。不可以，真的要去吧？你说什么？不可以，真的要去保护娘了。现在今夜生气，新房都已经安排好了，上面吩咐了，还不让我们知道。这先生怎么就这样狠毒能待我？怪不得令他变最不能恰原来五姑娘多见那王子弟，铁心上马浑身是纹来推王的生儿。下有朋友，我看他明早死了，你拿什么脸来见我？真想不到你子，我是害病心事体，杀了心那的方救门。姑娘，起来吃呀吧。姑娘，你再吃一点吧。哦。子君，你哭什么？
夫人，东呀见你太太手，随你为人这言儿，今子里再见你容颜色，枕头边只叫你泪湿透。姑娘啊，想你眼中能有多少泪啊？真经得东流到城下流到城。姑娘啊，你要多保养在莫头，把天大的事儿放开手，保养你若精神花模样，打开你每张书风中
你把我归入亲人一样的老太太，怕你服侍我这几年，我也将你当做我的亲妹。
我要紫娟姑娘说几句话。紫娟姑娘，来。紫娟姑娘，刚才老太太和奶奶商量过，哪边要用你使唤呢？周妈妈，你先请吧。等神死了，我们四孙子会出来谈使唤的。只是林姑娘，我有个气意。紫娟姑娘，你这话对我说到万是的，可我怎么去为兵上的呢？周妈妈，你只管去为兵上的神，二爷去请瞒不了的，你何必神力对起把名菜？那便是一片喜气生日你聪明能干一大堆，你要我自觉有用，在经上提花我一不啊为自觉你，我自觉今日里这愿听病榻旁边来唱我，就不同那东方烟上换杯大的姑娘对了气，该把我粉身碎骨我也不争美。我也知道他请给不女婿呀。好吧，那就让谁跟我去吧。啊，你们一个都不去，上的是少不过神的。走，
与你并肩共欢笑，谁知道风雨无情苍木雕。从今儿你失去孤雁相随。
好了没有？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，总算盼到了这一天。哎呦，啊，来啊，今天做新郎可要稳重些啊！我知道。林妹妹，今天是从古到今，青年上神经，是地界诚心满意的事。把家计备，总算是东园桃子西园里，今日一相一次飞，只剩得去你林妹妹，平日平地一笔勾，今儿落日不见美，从今后呀，与你成日早起这花灯，半夜挑灯放一杯。原来如此，林妹妹，你给这个东西做什么呀？我们何必用这些说套呢？哎，宝兄弟，宝兄弟，我听郎公开动魂神，你心上。在愿在问我太久，老祖宗都是为你好，你须懂得，小人乃是第一个。你是我傻？哼，我看你才傻呢！我这颗心都交给他了，还会对他不温柔呢？
啊？是呗？哦，母亲的话可要记住啊！知道，都是为你好啊！我知道。另外呢，手上的红盖头，那是你面是无用，眉是泪，但丈夫是你心里晨光往外去。伯娘，我病人了，我病我以为把你好的亲为什么月老牵错了红的身？为什么梅园草黄花开？为什么我悄悄去追求了情？我不是老祖宗亲我家走亲啊！姐姐她关在我的心上，你在哪里？今日七仙爷，你是非？来自关在你肩上。你们可听到林妹妹的哭声？你们可听到林妹妹的哭声？呀，你听娘声，老祖宗，我要死老爷，你究竟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了！老祖宗，我有句心里的话要说。你说呀！我妹妹都有理，两个平月一定要跟，放求你把我们放在一起哦，也好让同病相怜心连心，我这也能实现前往死了几苦当忠臣。老祖宗啊，天下万物我收去，自去妹妹空死身，同样老祖宗。今天是你大喜之日，你已经病成这个样子，你好不巧目，因公。
也没救救。我找你妹妹去。哎呀，二爷，老娘，我找你妹妹去。大兄弟，我找你妹妹去。老娘，你找你妹妹去。老娘，李妹妹啊，已经死了。老爷娘挑毛巾，孩子坏了，只因人说出娘家林妹妹，我来自了，我来自了。
不言。到如今，夫人恐怕心相托人，可怜我伤心不该离婚人。曾记得一红月上了闭门啊，当年是十不安心也不眠。妹妹啊，你为我是一往情深把平儿天，我为你是彩里梦里长相念，好容易盼到同往花朝夜，总以为美满姻缘一线情，想不到灵美来的人到底这样，亲爱的，你未必是我白骗。这指望把你能家爱我，哎呀，才知晓今日里黄土笼中都是面。你是心头纠结解不开，落花满衣上情郎，风雨枪旁一步成眠，你怕那生死上到如今他果然上九天，花儿爷，天已了，你不便多留，快回去吧。师兄，我知道妹妹恨我，你也恨我，我就是死了也是个穷鬼。这些话我已经听惯了，生与死了万事故什么意？师兄，妹妹临死时她讲的什么？想当初姑娘病从夫人里，上天只有我知心的，他这边人我归乎三根筋。
爹自动往城内一点息，只听他喊声父母这心孙子儿我老宝儿爷，你来迟了，你来迟了。
你们来，我百人骗了，百人骗了。现在人的大头，应出人不懂人苦，天去高有女娃，心却亏难再苦。你是这东兵协里找死啊，何其能一个去再走包。红旗哎你残酷面在地下，无缘中真永不当。人间难在烈里好你世外取经平地花。